大家最近係咪落雨落到個心好煩？出街或者返工，對鞋成日濕鬼晒。有時落大雨加埋大風，你擔住把遮都可能完全冇用。一陣掛黃雨、紅雨，一陣又突然之間變咗黑雨，一日之內仲可能轉幾次。返工放工嗰時，條街隨時變咗好似激流，大家又喺度對住部電話狂 refresh，睇下到底會唔會停工停學。你個心當時係咪諗緊？喂，個天係咪玩我呀？大部分人總係覺得自己活喺科技最全能嘅時代，出入有港鐵，室內有冷氣，以為用錢買到嘅現代文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天氣反常，頂多咪帶多把遮，俾錢搭 Uber 或者的士，屋企開大個冷氣，每個月俾多幾百蚊電費咁咯。如果你咁樣諗，就真係太天真啦。科技發展到幾勁都好，大自然一發威，人類一樣要硬食。大家以為個世界科技發達，生活安安定定，仲諗住可以翹埋起雙腳，慢慢適應天氣變化。實情係個天根本冇預時間俾人類慢慢嚟。一場真正要沒收所有人安穩生活嘅大海嘯，一早已經去到大門口。大家好，歡迎嚟到拿鐵閱讀室，我係鍾意飲拿鐵嘅室長。呢兩年香港嘅天氣實在太反常，雨水多到嚇死人。舊年仲要接二連三打咁多個風，令我諗起好多年前睇過嘅一本書《氣候緊急時代來了》。當年呢本書啱啱出嘅時候，好多人覺得作者大衛威爾斯只係危言聳聽，甚至係嘩眾取寵。但到咗今日，我攞返呢本書出嚟對照返，就發現作者喺幾年前寫落嘅預言，依家正喺全球逐一應驗緊。呢個唔係咩遙遠嘅環保課題，而係大自然一早搬出嚟嘅生存擂台。好多人一聽見關注氣候轉變、環保呢啲口號，即刻反白眼，又係呢啲嘢，唔好用塑膠、飲管、分類回收吖嘛。但呢本書嘅作者大衛就完全唔係講呢啲。佢本身係紐約雜誌嘅金牌調查記者，佢用咗幾年時間，刨咗幾百份頂尖科學報告，仲揾埋平時幫聯合國計數嘅氣候權威攞料嚟做資料分析。佢寫呢本書係因為佢睇到個殘酷真相。如果大家仲以為可以慢慢等、慢慢改，我哋依家過緊嘅安穩生活，好快就會一夜之間被全部清零。大家平時聽新聞，成日聽到全球暖化，氣溫升多1-2度，係咪覺得聽落好抽離？升幾度咪最多開大啲部冷氣咯。香港周圍都有冷氣，怕咩先？但作者係書入面拋出第一個最殘酷嘅事實：人類嘅體力、大腦嘅思考能力都有一個無法跨越嘅物理底線。醫學上有一個概念叫濕球溫度。當溫度同濕度同時過咗一個臨界點，人類嘅身體就會完全喪失排汗、散熱嘅功能。即係咁，你全個人會變成一部熄咗散熱線嘅中央處理器，即係個 CPU。你體內嘅熱力散唔走，核心溫度不斷飆升，幾分鐘之內，你嘅大腦神經同體內器官就會直接打柴。呢個唔係開大冷氣就能夠解決嘅問題，因為人係唔可能每一秒都收埋自己係個冷氣房。好多人以為高溫熱浪頂多係熱親老人家或者戶外開工嘅人頂唔順，但其實大家真係睇少咗氣候危機。極端高溫唔只係熱咁簡單，係直接從物理層面拆緊現代工業同供應鏈嘅根基。我哋平時習慣晒嘅生活便利，大自然一出手就即刻冇晒。每年5、6月，印度都會爆發極端高溫，多個地區氣溫隨時飆到40幾度，極端情況更加會突破50度。天氣一熱，成幾億家庭一齊開風扇、冷氣，再加埋大量抽水設備，散熱降溫，全國用電量即刻爆升。根據印度電力部官方數據，高溫高峰期全國用電量屢創紀錄，直接造成龐大電力缺口，成個國家電網隨時被整冧，好多城市要被逼輪流停電。印度政府為咗防止基層老百姓集體熱死，印度政府有個好無奈嘅優先政策：斷電保民用。簡單講就係有限嘅電力優先俾住宅、醫院同民生設施使用。
咁邊個要承擔代價？就係工業。政府會直接對鋼鐵廠、鋁材廠、化工廠呢啲高耗能重工業強制限電，嚴重嘅時候甚至要全面停產、停工降負荷。好多人覺得唔關我事啩，香港嘅車、手機、電器又唔係印度做，印度停電同埋超級熱都影響唔到我，呢個想法就真係太天真。而家全球供應鏈行嘅係 just in time 準時交付、零庫存、逐單生產，只要上游有一個位斷鏈，成條鏈都會連鎖出事。所以 JIT 雖然幫企業賺盡每一分每一毫，因為唔會有多餘庫存，所以氣候危機、極端高溫呢啲突發大自然打擊面前，佢反而變成咗最致命嘅弱點。只要上游一感冒，下游就會即刻全線癱瘓。大家要知，印度係全球極重要嘅上游原材料出口大國，鋼材、鋁材、工業化學原料、藥用原料，好多國家嘅工廠都靠印度供貨。一旦上游工廠因為高溫停電停擺，後果係全球工廠好似日本、韓國，好多汽車廠、科技廠、製藥廠，因為冇咗基礎原材料同關鍵中間物料，都要被迫減產、推遲出貨。呢個就係供應鏈骨牌效應，最後落到我哋香港消費者身上，就係買新車、換新電器，甚至部分藥物都要等更耐，貨期大幅延誤。而且極端高溫摧毀經濟呢件事，絕對唔係發展中國家專利，發達國家一樣中招。好似近期德國、英國、法國成日爆出極端熱浪，歐洲好多舊式麵包店、餐廳、傳統小店。鋪頭本身冇裝冷氣，廚房仲要長期開焗爐，煮食設備外邊30-40度高溫，廚房室溫可以直逼桑拿水平，完全超過員工體能極限。為咗唔想員工中暑、出工業意外，好多小店只能夠無奈中午就提早落閘，縮短營業時間，直接減少生意額。講到尾，無論係幾萬噸級數嘅重工業鋼材生產，亦或係我哋日常食嘅一個新鮮麵包、一餐飯，極端高溫面前，重工、輕工、工業、民生一視同仁。我哋成日以為現代城市同經濟網絡好穩陣、好先進，但其實佢極之脆弱。天氣一變極端，成個便利社會運作節奏隨時即刻亂晒龍。而且除咗高溫，我哋最切身感受到嘅就係越來越頻繁嘅極端暴雨。我哋對自己嘅城市基建其實有種盲目迷信，心裏面一定覺得香港有完善地鐵網、地下蓄水池、大型防洪渠道，使乜驚？落大雨留喺室內咪搞掂咯。但作者喺書入面提出咗一個好到位嘅觀點，直接點醒所有人。人類起嘅所有鐵路、公路、天橋、排水系統，一開始設計嘅標準，全部都只係參考歷史數據。簡單講就係，工程師會統計過去50年、100年嘅最高降雨量、最高氣溫，再預留少少安全空間，就當係無堅不摧嘅銅牆鐵壁。但大家呢2年睇新聞，一定好有共鳴。每次落完超大暴雨，官員出嚟解釋，都話今次係百年一遇嘅極端天氣，唔係基建問題。但我哋普羅大眾心裏面都覺得好笑，一陣百年一遇，一陣又500年一遇，點解我哋短短2-3年就集體遇過好多次？可惜真相其實好殘酷，以前100年先有可能發生一次嘅極端災難，喺而家氣候異常嘅時代，規則已經徹底改變。大自然而家根本唔會循序漸進升級，反而係跳級式、幾何級數咁爆發災難。當所謂嘅百年一遇變成每年都可能發生嘅常態，香港再完美嘅排水設計都冇用，因為渠道嘅容水量根本應付唔到呢種連環式、超標式嘅極端降雨。呢個道理睇返舊年黃大仙地鐵站水浸就最清楚，成個車站上下2層被泥水徹底淹浸，變成名副其實嘅黃泥水族館，列車要直接過站唔停，月台同樓梯更加變成瀑布。呢個就係最活生生嘅例子。
現代城市基建已經頂唔順新時代嘅極端天氣，徹底超出設計極限。除咗水浸、打風嘅情況一樣講到大家心聲。舊年嘅颱風突發轉速，緊急改掛9號風球，港鐵機場快線全港巴士即時停駛。結果大家都見到幾千名旅客滯留機場，完全冇公共交通可以走，外面橫風橫雨，狂風吹到雨遮都反轉，所有人只能夠排幾個鐘長龍搶搭天價的士同 Uber。呢一刻你就會睇到我哋個城市表面極之先進、方便、高效，但其實係好脆弱。只要大自然出手嘅時候，輕輕鬆鬆就切斷我哋嘅交通命脈。成個城市嘅運作效率可以幾個鐘之內倒退到原始狀態，你出唔到街，返唔到工，出唔到貨，商業活動全面停擺。我哋平時用錢買返嚟嘅所有便利生活，喺大自然動真格嘅時候，脆弱得好似一塊威化餅，輕輕一壓就碎。最無奈嘅係，呢啲極端變化根本唔會俾我哋慢慢適應、慢慢調整。突發性、高頻率嘅災難，先係而家氣候危機嘅真正常態。講完基建同交通點樣被天災癱瘓，我哋再講一個更貼身、更隱藏嘅危機。我哋辛苦積落嘅財富同資產一樣極之脆弱。好多人都諗氣候點變，災情再勁都好，我有儲蓄、有層樓、有資產，生活一定撐到落去。但呢個想法其實好危險。書入面提到一個恐怖嘅金融骨牌效應，呢幾年已經靜雞雞喺全球金融市場應驗，只係大部分人都冇察覺。大家喺新聞一定見過呢個畫面：美國加州山林大火，災民死裏逃生，企喺自己間燒晒嘅大屋前面崩潰大喊，一世人挨返嚟嘅積蓄，幾個鐘頭就被山火燒到化成灰，一夜間一無所有。呢幾年美國極端熱浪、乾旱嘅情況越來越嚴重，令加州山火嘅頻率同破壞力完全超出人類以往認知。淨係2020年嘅加州山火就燒毀超過1萬棟建築，無數家庭無家可歸。好多災民原本以為買咗房屋保險就萬無一失，屋燒咗都可以攞賠償重建。但你都知保險公司點會咁順攤？面對幾百億美金嘅龐大賠償金，佢哋開始用嚴苛法律條款或者新風險評估拒賠，再唔係就直接劃定高風險區域，停止承保。全美兩大保險龍頭 State Farm 同 Allstate 就已經先後正式撤出加州新保單市場。最後出現一個超荒謬嘅情況，好多人層樓已經供斷，年年準時交保費，出事之後一係就冇得賠，一係就根本揾唔到保險公司肯受保。你以為最穩陣、最保值嘅物業資產，喺大自然一場大火面前，物業變灰燼，資產直接歸零。呢個就係真相。喺極端氣候面前，人類自以為好堅實嘅財富防線，其實一篤就穿。氣候災難對財富嘅威脅唔只係摧毀家園、資產縮水咁簡單，最致命嘅反而係通脹呢個隱形殺手，正默默咁剝奪緊每個人嘅資產。大家近期去茶餐廳、去超市，一定好有感覺。一碗普通餐蛋麵、一杯凍鴛鴦，價錢越嚟越貴。去超市隨便買幾樣嘢，會發現個荷包縮咗水，啲錢越嚟越唔見使。好多人以為通脹只係某啲國家嘅政府印太多銀紙，但作者一早警告，未來嘅通脹根本唔係貨幣問題，而係大自然主導嘅糧食過山車危機。書入面有個數據定律，全球平均氣溫每上升1度，地球主要農作物產量就會直接暴跌1成。而呢個數據而家已經全面應驗，我哋嘅糧食供應高度依賴幾大核心糧倉，美國中西部嘅小麥、巴西嘅咖啡豆、東南亞嘅稻米。以前嘅地球好似一部運作精密嘅中央恆溫機，四季輪轉，氣溫穩定，俾人類可以依時耕作、安穩收成。但可惜呢部地球恆溫機而家已經徹底失靈，氣候完全失序，一係極端乾旱，一係極端暴雨。同一個地方忽冷忽熱，對農作物嚟講係絕對致命。
好似而家嘅巴西同中美洲正面臨長期乾旱，好少雨水，大片大片嘅咖啡樹被曬死，農夫面臨歷史性嘅絕收。而地球嘅另一面，東南亞就遭遇特大暴雨，洪水淹田，成片稻田直接報廢。所以大家睇通未？未來嘅物價飆升、通脹失控，係大自然直接收緊我哋嘅食物供應。你日捱夜捱，犧牲健康賺返嚟嘅人工，正被高溫、乾旱、暴雨不斷蒸發。將來你隨時要用雙倍甚至3倍價錢先食到一碗普通嘅餐蛋麵。講到呢度，可能好多人覺得物價貴、資產縮水，頂多咪辛苦啲，咬緊牙關應該撐得到。但書入面所講嘅最後防線崩塌，先係真正威脅到每個人、每個家庭嘅生命。大家都經歷過疫情，好清楚一場全球傳染病可以將世界徹底打亂，強制隔離、封關、停工停課，冇晒自由，嗰種全民恐慌嘅集體創傷，邊個想再經歷多一次？但作者大衛警告，同未來氣候失控引發嘅瘟疫對比，我哋經歷過嘅疫情只係一場嘅熱身賽。第一個風險係致命熱帶病毒全面向北蔓延。以前登革熱、瘧疾呢啲由蚊傳播嘅傳染病，淨係集中喺赤道。原因好簡單，以前溫帶氣候涼爽，蚊蟲根本生存唔到。但而家全球暖化，好似香港本身就又濕又熱，未來仲會持續高溫、連場暴雨，簡直變成一個超大型嘅天然病毒培養室。以前我哋淨係夏天先要防蚊，將來會變成一年四季，全年無休。呢啲致命病毒會由季節性威脅變成我哋日常生活避無可避嘅隱形炸彈。而另一個真相更加令人不寒而慄，就係北極凍土層底下嘅遠古潘多拉魔盒。呢度封存住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前嘅古老病毒。重點係現代人嘅免疫系統對佢哋完全零抗體，醫學界亦完全冇記錄、冇對策。而家北極解凍嘅速度遠超預期。書入面有一個震撼案例，西伯利亞曾有一具埋喺凍土75年、感染咗炭疽桿菌嘅馴鹿屍體，隨住冰層融化重見天日。結果遠古病毒成功復活，導致當地大量馴鹿死亡，甚至有小朋友因此不幸過身。呢個就係最恐怖嘅警號。凍土融化等於人類親手撕開封印，將來呢啲未知病毒會隨住融雪流入海洋，透過海產、候鳥蔓延到全世界。到時人類醫療體系要面臨前所未見嘅未知瘟疫，隨時每隔幾年就爆發一次，封鎖同隔離將會變成新常態。最無助嘅係呢種高速突變、頻繁爆發嘅危機，根本唔會留時間俾人類去適應同研發疫苗。講到呢度，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心灰，甚至想躺平。但其實作者寫呢本書唔係想嚇大家，而係要狠狠撕開事不關己嘅假象。書入面講嘅災難唔係未來式，而係發生緊嘅現在進行式。歐洲嘅超級熱浪，保險公司因為天災而封盤，氣候通脹令你碗餐蛋麵越嚟越貴，呢一切都係大自然喺度發緊功。所以呢本書唔係普通環保書，而係屬於每一個人嘅文明自救指南。大家要清醒，面對呢個不可逆轉嘅趨勢，單純儲糧買保險根本治標不治本。最核心嘅改變係要打破依賴體制同大企業幫我哋收拾殘局嘅幻想，提早提升個人同家庭嘅危機意識。作者講得好，未來有幾地獄，完全取決於人類自己依家做啲咩。所有災難本質都係人禍，亦代表命運嘅遙控器其實一直握喺我哋自己手上。如果我哋繼續貪方便扮唔知，就等於默許末日劇本成真。下次你出街遇到極端天氣，千祈唔好只係覺得唔方便，只係怨又整到你對鞋濕晒。你要知道呢啲全部都係大自然嘅最後警告，留俾我哋清醒同自救嘅時間真係已經唔多。
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記住 Like 同 Share 同埋訂閱拿鐵閱讀室。你嘅支持就係室長繼續分享書本知識嘅最大動力。下集見，拜拜。